心另外一个意外发生伫昨日透早4点外，台北邮件处理中心发现外包人员和200公斤重这拿车缀着上意外，原因是伫卸货过程中，这个后尾门这个门帮降到一半时，向冻点外包人员就咧卸落来到涂骹和厝内这拿车去缀着，这正面的边仔骨有断去。处理中心回应讲，应该是外包人员操作无细致，会检讨所新。 外包人员徛伫咧车尾门帮的顶悬，准备要甲底满包裹的拿车甲拖出来，想要到后一秒悲剧就发生咯。一个骑马仔当场就摔落去，互拿车甲钉落。换一个角度来看，边仔的人员根本未负到3工，拿车有200公斤重，强地着的分检人员伤势真严重，正面胸坎第3支的边仔骨来骨折，淡处休困，好加在无性命的危险。 可能是他在这个尾门在下降的时候，大概下降到大概1/3的地方，那这个尾门板稍微有一点往下。 意外就发生伫咧11号透早4点外，台北批信处理中心，外包人员伫咧卸货，一位司机操作车尾门帮的时阵，敢若是无细力去寻着，加上另外一个分检人员徛伫咧拿车的后壁，明显违反着规定，最后去互地伤。在操作上下尾门，没有其他的其他的事情，在那个当况之下就没有办法去分辨人员我们会再加强他们。 按照我们的这个月台的作业跟拦车上下的这一个 SOP 来看社会标准的 SOP， 司机操作车辆，人员伫咧车尾门帮起落的时阵，袂用的超过红线，而且必须爱徛伫咧拿车的边仔。这回外包人员出状况，批信中心嘛会加强管理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